在地人在地前来看这个南投中寮乡的石龙宫土地公庙，以拜泡面、食泡面来出名，香火真旺。农历过年到元宵节这段时间，前往参拜的人数超过30万人，所食的泡面是超过25000箱。啊，农历的2月初2，土地公生将要来举办着青人平安福宴，讲欢迎信众去参加。 南投县中寮乡石龙宫以泡面土地公出名，真侪信众唔来拿规箱的泡面来拜拜，更加现场食泡面求财运保平安。啊，来这嘛是来这行行，都过年过来都直接行春节安尼吼。是从台北来的，对，因为想要过年后，然后到附近来走走，观光，然后顺便来拜拜，求个财运这样。 来自各地信众，逐天差不多几千人来拜拜，假日搁较济。今年过年到元宵期间，依照庙方统计，上无有30万人次。啊，食的泡面炒伫25000箱以上啊！欢迎大家来佚佗啊！石龙宫除了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，嘛伫做公益，将信众的爱心土地公加持过泡面，送予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